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南部是直落雨。高雄山区这个路段因为水泵山也是讲溪水涨悬来袂通，市长陈其迈就建议行政院甲这回大水河流去丹那西风台，灾后后援特别条例范围内底。也是有在真严重的，阁有屏东雾台这边哦，迄水是真错流。船长就坐伫咧怪手的脚仔安尼来过溪，甲船民送药单，互因有法度摕药啊。 雨石水一直下来，水势正错流，大水甲本来溪沿岸边的土石拢乌甲空去，溪边的土地公庙的庙基也强要互伊冲下去。高雄的山区继续落大雨，那固定象山入口这2天一直有土石流，未付的清。陆续有清空，可是还是要一直滑落。这种状况在持续大概2、3天左右。 那古几落的这站西山累积雨量拢超过400毫米，大型机具继续伫咧清。市长陈其迈也到6股的中型里保内顶地勘灾，了解灾情甲灾损。安置是3104人，这个也破了我们高雄市在水灾这一个记录，可能还会再持续到今天的晚上。 山区几条道路拢未通，灾情正严重。陈其迈再去参加中央雨河应变中心会议时阵，建议甲控制200户户列入丹那西风台灾后后援特别条例适用范围。嘉义县长王忠良希望中央到3港强化保住阿不了大白排水的问题，那包括征讨来的怎么样让征讨的淹水，都会纳入到我们系统化的思考。那呈报中央争取经费，我们希望能够。 让我们嘉义县的抗洪能量越来越强。嘉义沿海到山区状况正多，除了阿不了大白有满出危险，嘉义阿里山乡新里村一条long路，受理到一半，阁发生土石流停来，达邦加李家村飞去公所的巴沙那连路道，煞变做一条溪，几条路有壁船落去，可能会走山。已经下了7天希望我们乡亲出入的时候，非必要不要出入，还是要注意本身的安全。 村长坐伫咧怪手的车道，怪手冒险翻过雾台2号桥桥骹，水正错流，伊是要送药单，互村民会当去摕药啊。屏东雾台大埔村内4月拢淹水，流水变瀑布。部落的青壮年，大家都秉持着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都可以给予需要协助的家庭来去做一个帮助。那现在最主，阮后山这个部分。 到尾寮山，遐水拢爱经过阮遮头前，水真高，但是排袂出去。前一天就淹水的高树乡新丰村，水山淹甲更加严重，看到厝附近规敢若变做湖，村民正无奈，希望雨会当赶紧停，互因会当赶紧清理厝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